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青年學院屯門分校嘅劉偉德講師。咁今次參加呢個比賽咧，我哋嘅題目咧就係以 Gen AI 嘅多模態提升職專網絡安全學與教嘅模型嘅。咁由於咧本人咧係任教職專文憑資訊科技嘅講師，咁亦都咧就住咧網絡安全呢個課題上面咧，就提供咗咧3個咧有關於咧輔助學習嘅方案嘅。你會見到啦，喺呢個透過 Gen AI 啦，就 Gen 咗一個好簡單嘅輔助教材啦。包括第一個會見到一啲方案嘅核心理念啦，利用跨平台咧，會有啲譬如 RTCF 嘅安全提示啦，提供俾學生啦，亦都咧提供俾佢哋咧一啲網絡嘅感知嘅。佢哋可以撳入去咧，有啲 YouTube 啊，同埋一啲防禦性嘅嘢咧，就係我哋有關於咧下面咧陣間會提及到一啲譬如考核啦，甚至一啲自我檢測嘅嘢嘅。而呢個網站上面咧都提供咗好簡單嘅實驗室俾佢哋嘅。只要佢哋咧就住唔同嘅網絡安全課題啦，例如可能啲 SQL 啦、XSS 啦，甚至 firewall 啦，即係防火牆啦，佢哋建入唔同嘅提示詞咧，就會得到唔同相對應嘅資訊俾佢哋㗎啦。例如可能佢哋係透過 SQL 嘅 inject 嘅，假設我個身份係一啲白帽黑客啦，咁當然可以咧。再去打更加多嘅提示詞嘅，可以得到更加多嘅資訊。例如我打一百冇黑客，提交咧，佢亦都會提供一啲好簡單嘅資訊俾我哋。例如可能係白冇黑客嘅權限係點樣啦，又或者咧，究竟嗰個 Python 咧喺成個我哋信息上面咧，即係一個成個編碼上面咧係要點樣去做啦。同埋你嘅職專文憑安全嘅有效性嘅點撥啦，俾啲參考數據嚟啦，佢點樣做嘅？當然都可以生成翻呢個報告出嚟作為參考嘅。其次啦，我哋都會咧提供咗一啲叫做學習嘅模型啦，俾佢哋咧去自我檢測啦，同埋去認識嘅。因為而家網絡安全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啊，即係可能包括會見到一啲係模擬器啦、CTF 嘅模擬器自我檢測啦，答翻相對應嘅題目啦，去驗證翻自己嘅防禦策略啦。又或者咧係一啲講緊次數與伺服器癱瘓嘅損失啊，呢啲咧佢哋都可以去做作為去調教嘅。除此之外，就係一啲我哋防禦嘅專家啦，即係譬如可能咩叫零信任啊，咩叫釣魚攻擊啊，點樣去防禦啊呢啲嘅資訊嘅。而最後啦，就係我哋一個嘅互動遊戲環節啦，即係同學們咧都可以透過呢個網站咧去打返即係自己嘅姓名啦。只要有10個關卡上面咧答對7個或以上咧，佢哋就可以得到一個咧即係微證書，去叫做俾佢哋核實或者叫確認翻，咦呢個課題佢哋能夠掌握到咯喎，提供翻一個少少嘅證書俾佢哋作為一個嘅嘉許。或者叫做肯定俾佢哋嘅。你會見到喺作答嘅過程之中咧，都會咧提供翻一啲即係叫做正確嘅資訊俾佢哋啦。即係究竟佢哋啱定唔啱喎？如果錯咗嘅話咧，佢哋個防禦生命值咧就會被扣分㗎啦。一旦扣到咧7條答唔啱嘅話咧，佢哋就會需要重新再嚟過，再答過呢條問題，直至到達到7分咧。佢先會得到呢個證書嘅。你見到我而家咧喺個方案上面咧，就會咧答啱咗，即係已經係8條啦。所以咧陣間咧都會有個微證書會出現咗嘅。你見到一撳開咧，其實佢哋就已經有呢一個微證書喺度出現咗，提供翻俾佢哋作為嘉許啦。而最後咧就係我哋即係喺課本上面咧一啲叫 PDC 嘅動態循環啦，能夠做一個綜合話翻俾你聽。咦，原來網絡安全係需要有呢啲嘅認知嘅，就係咁多啦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